哎，同学，大家都说你不交学费，怎么回事？不想交，为什么呀？没学会交啥没学会啊？你没学会你也得交学费啊。没学会为啥交学费啊？那你不交学费，那老师怎么发工资啊？哎，那和我有啥关系啊？这学费怎么着都轮不到我交，你知道吧？那为什么呀？你想想，我没学会是不是导员的责任？导员在大学是不是班主任？对啊，我没学会是不是他这个班主任督导不力？好像有点道理啊。哎，所以说这事你找导员知道吧？这钱怎么着也得是他交。哦，那我找你们导员去。去吧。哎，导员你好，你们班同学说这个学费应该由你交，你怎么看？我坐着看。呸！那小子让我交学费，我凭啥交学费？我一个导员。那同学说你没教好啊。我没教好，导员是不代课的，你知道吗？导员只负责管日常的管理。但是他说没有学到东西啊。没学到东西关我什么事啊？没学到东西也是老师的问题，再不济找校长去。那钱又不进我口袋里，那也得给校长。那这个学费该谁交啊？校长找校长去。啊，找校长啊？对，找校长去。